关心客家相关消息，12年国教考纲总讲，本土语言在国中到台湾必修也算先修，引起其他的议论。虽然讲母语教育应该以家庭为主，不过客家传承研究的，更加几多家庭过能够多转去用母语沟通的情形呢？佢当然愈少，係连學教也唔夠，講客嘅機會愈限過少，成年嘅愈限過唔想講客嘅，安尼惡性循環下去，行業實在幾危險。藤葉先生從客家國小低年生嘅學生，喺輕鬆嘅氣氛當中來學習自家嘅母語。不過讀書嘅學生都上到學校學到客家，轉到學校還係當小有機會來講客。他就用那個寫飽嗎？然後我就回答就是寫飽嘞。還有沒有？大概幾乎就只有這種吧。就靠為非98到99年抗議使用情形調查報告，基建結婚有4年嘅客家民眾，同4年講法時用客家嘅比例係16.8%，其中是得講做下有講客家嘅比例係8.9%，大多數時間就講嘅係7.9%，26%係講少數就講客家，不過超過半數就50.6%，同4年是得講唔是講客家。確實嘅客家人嘅家庭，佢你當然都係會留給阿公阿婆講，阿公阿婆咩當歡喜講，以前全部唔講，以下將來會講哦，引起佢嘅統計，我知道當下唔係客家人嘅家庭，佢爸爸媽媽從來唔啲客家，係乜嘅？經過你嘅課程，將你當到爸爸媽媽讀到會講，我哋阿當啲講客家人係要分乜嘅強調，當到基本嘅常識，其實當到朋友係唔啲嘅。新北市對民國97年起始，針對鄉土語言教育設計一系列的課程，今年個開放名錄數位版，融入新北市嘅菜體特色，推出更加多嘅小朋友到學校學習。因為全部喺新北市嘅，講到新北市，比如說假如講到10分水廠，人就建議講，也送10分水廠啊，係不用2年啦，請阿爸阿媽帶你就去10分水廠了啊，你啊，就像長年班不用填定噶，就嚟講，做啲體驗一下夢想樣嘅東西啊，學生啊學起來咪知道較神奇啊，你就等於講對上客家就帶佢去老新北市啊。97年起始，客委會針對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有2胎以上、現年血親半數以上嘅成員，通過抗議能力認證嘅人來判抗議家庭表揚嘅法統，對連滿全台灣做下有1300公司嘅家庭。頭體育線嘅先生講，連滿學校是得提供嘅母語教育，只係用生活嘅語言幫小朋友是得好好運用。學生嘅學到嘅生活中可以用到，嘛可以鼓勵俾啲家長。歸入客家時節，生活上面用嘅方面用嘅嘅行業，盡量來同學生嘅從一肢體來對話。學生同學校學到客家，係轉到學校冇年好講，到離開學校了後，你會慢慢唔記得。學校雖然有報道家庭母語教育唔難嘅部分，不過規模母語傳承還係要轉到平常時嘅生活要講到將有效。靠新聞時之為林建宇、劉文輝台北報道。